首先呢，谢谢你们这次过来接受我们采访。然后呢，首先请你们大家来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好，那就是大家好，我叫黄玉文，目前就读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我是徐清田，目前就读台北艺术大学美术系。那你们这次好像共有18人过来对吧？然后呢，其中包括16名学生，2个领导老师。那你们这次是第一次来达兰萨拉的吗？对，我们2个都是。那在这之前是不是有过想要来达兰萨拉的一些想法呢？我之前就有想过要来印度，然后是后来因为去年有听到朋友就是来达兰萨拉，然后就开始也是比较好奇，然后自今年对西藏议题开始有一些比较多的接触后，就又更想来，所以后来那时候听到他们台湾 SFT 有办团要来这边，后来就报名了。那清姐，你觉得你这次到达兰萨拉跟之前你在台湾时候对西藏问题的所听到的跟了解的，你觉得本人到了这里跟了解的有什么不同的呢？在台湾的时候，就是因为很少能够直接接触到藏人的生活，那就算有的话，也都是可能就是很一下子的碰面而已，就是并没有办法就是直接的了解到他们的心情或者是他们的就是生活情况是怎么样子的。然后那时候都是借由一些资讯啊，比如说西藏之声的报道，或者是一些那个西藏邮报他们的一些，就是只能看到这些资讯。那因为台湾媒体本身很少报道这种国外的消息，那但是都是这些资讯建构出来的，也只能是一种想象。那到这边之后，有直接的跟藏人朋友聊天，然后听听他们来这边过的生活，还有他们就是过来之后的心情，这是让我觉得冲击蛮大的。那一问你呢？你觉得你这次到这边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最大的感受，我觉得主要是可能是跟藏人朋友的接触吧，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可能会讨论很多自焚啊，然后或者是一些政治的状态，可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忽略掉在这一个群体里面的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就像可能是人本身自己这样子，对，然后就是我们会喜欢，其实我们来这里很幸运，有机会就是可以跟很多藏人接触，就可能各种类型，有政治犯，或者是在工作的人，或者只是他是在这里生活的藏人，或者是像印度 SFT 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在这个互动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反而会进一步的了解到为什么大家会选择离开那个地方到这里来，然后就是在这里，因为其实这个过程就是其实我们在听很多故事的过程里面会知道说，其实你们在经历那个过程是会有很多痛苦在的。其实你原本是可以不要去选择接受这样子的痛苦，可是可能基于某些理念，或者是基于某一种憧憬。对，所以就是最后藏人还是会选择出来，离开西藏，然后来到达兰萨拉，或是先到尼泊尔，然后再来这里。对，就是因为可能出来后，你们可以做的更多，可以为境内藏人做的更多，然后也可以为自己的文化有更进一步的行动。因为毕竟可能在境内受到的压制还是相对的多，所以其实我觉得来这里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直接面对面跟你们聊天，交换很多的意见。对，所以其实可以从更多的面向去了解，我们得到的资讯不是别人去处理过的，而是你们本身最直接的感受。那我也看到你们上次还有参加那个 SFT 组织的那个烛光游行活动。当时呢，我也听说你们在台湾，在多个非官方性组织的举办下，你们也会参加各种各样的对西藏问题的一些活动。那么上次你们在参加这个烛光游行活动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跟之前在台湾所参加那些活动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因为这个达兰萨拉这个地方是比较像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有，那就是在台湾的藏人呢，他们都是就是已经离开那个有一个已经把他们凝聚起，就是流亡之后凝聚起来的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在台湾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更是呈现另外一种状态，就是有点很复杂的，就是可能就是有种更从远方在看自己的家乡发生的事情，然后那个无力感，就是有一种不同的无力感。就是那在达兰萨拉这边的时候，那
会可以看得到，但是会可以看得到，就是一般的民众，还有包括援藏的人士，那他们从世界各个国家过来，然后都聚集在这个地方，那个凝聚力也是很不一样的这样子。那在这之前，我也听说过，在台湾那边啊，一些学生或者是那些民众，只要说了，也就是西藏，你们台湾也是说那种土国，只要一讲到西藏或者是土国，一讲到这两个单词，你们说马上就会想起达赖喇嘛尊者或者是什么藏传佛教之类的。除了这两个比较正性、比较敏感的话题之外，其他对西藏问题虽然在台湾那边举办过各种各样的活动，但是呢，那些的民众对西藏问题还是基本都是一些很少懂得的。然后呢，你们这次到了这边，好像是为期3个星期的采访行程，对吧？然后对西藏问题，你们又觉得有哪些新的了解或是体会呢？新的了解的话，我觉得可以从大概2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当然就是可能我们先从政府组织的架构来讲好了，因为我们知道说西藏有个流亡政府，然后流亡政府可能很长时候会对外说他们要朝民主化的方向去进行，对。可是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会去混淆到底所谓的对流亡藏人来说，到底民主化是一个目标，还是一个手段，还是那只是一个过程？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在刚开始来的时候，我们对这一个部分的了解是，我们会误以为，对藏人而言，民主化是最终的目标。可是其实后来跟很多人聊过之后，会发现其实民主只是一个过程。其实对藏人来讲，我相信应该是文化的保存和语言的传承，那个是对藏人而言是更重要的。而且其实在我自己的感觉，也会是觉得那才是一个真的可以凝聚一个族群的一个重点。对，因为其实你说民主的话，它其实只是一个骨架的概念。可是其实真正的血肉的形成是所谓的你的文化，你自己对文化的认同，你自己对你过往的历史的一个感觉。对，那才是一个重点，那才是一个族群可以不断传承下去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来这里之后会更清楚的厘清到，就是到底对藏人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信仰跟那个一个文化的中心，一个寄托。其实这都是人在追求的。所以其实我来到这里以后，我其实是蛮羡慕藏人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在很多其他的国家是已经失落的。所以为什么现在世界会变得这么失序？可是我觉得藏人在这里是带有一个信念去活下去，可是这个东西在很多地方是看不到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来这里的感触是很深的。那清洁可否再讲一下？那你这次到了达赖斯拉，对西藏问题有哪些新的了解呢？对我觉得那个了解最多的就是关于身份认同这件事情。那像是对他们对于就是因为自己是一个流亡的难民这个身份，还有包括有些是2代藏人、3代藏人。他们的身份文化认同问题，都是我那时候最想来这时候最想了解的事情。那在其中一次就是蛮有感触的是，就是在一家餐厅的时候遇到一位藏人女生，然后她就问我们是从哪里来啊，这样子开始聊天。然后她突然就说：“你们真好，可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那时候就觉得，就是很瞬间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没办法理解那种就是心情，就是有家没办法回去的心情。那而且然后就虽然自己流亡了，但是他们也选择出来这件事。那个过程是有多么的复杂矛盾，还有那个心情是怎么样的，他怎么去处理自己的心情和情绪，那是我当时最冲击的那一件事这样子。然后对于2代藏人还有3代藏人的文化认同，那时候就去问了格桑坚赞议员，然后就问他说他们怎么看待就是他们的文化认同这件事情，因为毕竟不是从那个西藏境内出生这样子。但是会发现其实那议员就回答说，那就是因为一种寻找自己的根源的那种心情。那因为又不是在自己的国家，那文化的部分，因为在行政中央还有 TCB 他们都非常重视这一块，就是文化从小的培养，
还有关于故事的传承、文化的传承这样子。那在这部分呢，他们就做得非常的就是足够。那所以他们说，像是二代藏人，他们反而会很想寻找自己的根源，并且想要好好保存他们，因为毕竟自己的长辈是这样子努力辛苦的，想要维护这样子珍贵的资产。那所以他们我想他们就是二代藏人和三代藏人，他们虽然他们有一个地理上的合格，但是他们在文化还有心灵的上面是更离这东西是越来越近的，这样子。那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计划也就是说把这次到这边所学到的跟所了解到的，在回去以后用实际行动做一些不同的宣传，或是做一些特别的那种之类的有吗？如果我的部分的话，就是可能因为像我来之前有申请学校的一个计划，所以如果这个计划过的话，会有机会在学校有一个小小的成果发表会。所以我想说，如果有机会获得那个机会的话，其实是可以借由那个机会去跟学校的其他学生去分享西藏的议题，因为其实这个议题真的目前在台湾的能见度严格讲起来还是没有到这么高，所以会希望说透过一些方式，或者是像在脸书分享这一次来听到的很多故事，或是看到的很多事情，透过这种方式也去跟更多人分享，因为现在这种资讯的交流会更密切。对，然后除了透过网络方式，当然也会希望之后回台湾后，就可能也加入 SFT 的组织，然后有一些更积极的行动去进行倡议这样子，因为毕竟在台湾倡议的空间还是相对的大。那欣姐你呢？我的话，因为我本身比较就是擅长美术这方面的事情，那就是在接触西藏议题之后，也一直在想自己可以做什么。那这次就是在这阵子的话就是在帮忙他们一些像是文宣的设计什么的。那之后的话，其实也有跟就是跟一个 SFT 的伙伴讨论过，就是他也觉得，那我就可以结合这边的故事，然后再结合我画画这件事情，然后比如说把故事以绘本或者是以插画那种方式那去呈现出来，然后以比较软性跟比较温馨的方式去跟别人说这些事情，这样子。那我也希望你们以后呢多多加入这些组织，然后经常来我们这边学习，然后经常到我们这个社区来观察我们的生活。OK 啊，OK，就这样，谢谢。